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气来来个节目。你个乡亲朋友吼，你对你客家个知识文化个了解有几多？除了看客家电视个节目之外，大家会知哦，对你个学术个有懂到个教书欣赏。个人热心嘅非常嘅认真，都喺做客家文化知識嘅創新交流，也做到非常嘅發派。因為當晚伊做啲繞牆度教授喺度聊天，然後大家咧分享，伊開始咧繞牆嘅係來自聯合大學嘅教授林本憲先生，歡迎。各位觀眾主持人好，我係林本憲，我哋揾到國立聯合大學客家學院教授。歡迎先生哈，今日特別邀請先生來到亞片，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計劃的發表，這個計劃名稱很長，容許我讓大家來講一下客家知識體內，對不對？發展管理計劃，對，然後線上係主持人，對不對？然後當然這中間還有很多老師的參與今日請分享，我們就同大家的分享我們有一個成果的交流會哦，唔講大家一堂到那個知識有文化有交流有研究，就會覺得好像很難輕難輕地。有點嚴肅，不過其實沒有，我們一直很努力，所以今天我們就特別繞場欣賞呢度聊片。老師，你昨天是簡單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到底係買東西？簡單來講哈，就係客家研究，做客家研究。客家研究嘅目標將來成立一個學科咯，客家學、客家學。唔過你唔敢講客家學，因為每天都學。按各個層次，故說客委會的有個名稱講客家知識體內、客家知識體系，來總稱嚟客家研究嘅成果。將來目標就有一個學問嚟咯，客家學，出個經濟學、社會學、物解化學、物理學，安尼意思。所以係講大家要了解什麼啲呢？就數學。物理學有冇化學？唔該，你睇下要得客家學，意思係講，其實你係慢慢對一種研究。我家下有門先生，然後過去佢就開始做呢件事情。先生講，佢過去20年以來一直當什麼大病做呢件事情。不過這幾年我們有一些方式有一些調整，對不對？老師，你說過去可能是2天1夜的比較嚴肅的學術嘅研討會，不過幾年就是我們是一個比較輕鬆的，對不對？然後比較是研討的。不過我們先講一下，今天老師特別帶了海報過來，所以我們現在很快的動家到台高的分享，我們這是北南中，我們都有這樣的一個主題的分享，對不對？老師，你有幫我們準備很多資料，對不對？我來補充下哈，人家分咗3場哦，9月份分咗3場哈，北南中哈，按那北部場哈，就係9月新曆9月2號9月2號，喺北部場。禮拜六，同埋呢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來舉辦。你睇下堂看啊，你看這個地點就讓我們覺得輕文化，因為工業有冇？然後好像太二土4都做得起嘅地方，唔係講哇，大家覺得好像在太好地度就輕涼爽有嘅感覺，錯冇嗬？你係蔬菜，大家要熟嘅蔬菜啦。故說同條尾盤咧，主要就講咧客家鄉親。以方便係北部鄉親，當然中南部係上嚟探下做地，較方便嚟參加。按北部嘅場係主要集中到留間接係直接，留人客家政策有關係。各方面嘅政策有關係，喺度集中到北部場。那關係喺客家政策用辦來行，都來參加北部場。唔係講北部場一定揾北部嘅人才，北部嘅鄉親來參加。係，我要你甲鄉親朋友講一下，唔係講係爽快，而係講你對客家文化、客家地區上嘅了解很好多，唔係你大家了解個按表面，然後是做得起。喺可線上拿出了信上，比如像慧文教授、瓊文教授，哇，這些像陳老師都是很棒，然後對客家文化很投入啦，按用講哈，輕投入給欣賞，有不同的主題哈，所以真的很多。我們在北區主要就是講的是跟政策比較相關的，錯嗎？好，這是9月初二，聽日係9月9號拜六，我們在南區，對不對，老師？過來對，在南區嘅時節啲高雄，高雄的9月初9號，新曆9月9號，然後到高雄舉辦，按你嘛先到。
爱河编选的俩，高雄市的新客家文化园区，安尼南部的乡亲朋友就方便来参加。安尼对南部的朋友来讲，你爱从事嘛，伊个艺术师啦，唔好讲伊摆琴，啊个都爱河编选。都做得参加很浪漫哈。那个研讨会结束过后，安不雅还可以去爱河逛一逛，啉咖啡哈，以后的所在。所以说，俺现在这场地嘛，还用心来选了哈。好，那主题也很有趣，你看有语言、文化、教育啦、传播，无穷嘅主题。真的你看从北部就冇穷用哦。古说黑公你3场都去的话，真的是收获满满。你要有共到，台个主题23项的研究等着你来采果，就会成果果实，对不对？我看醒常要青岛1、2、3、4、5、6、7有7个老师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可能南部哈高雄，然后咧屏东做了1道咧，全行业的教学，小学、中学用客家话来教。社会科教数学，由先生正经嚟教，研究者太好老师都研究緊嚟俩教的成果，過來幼兒園有俩沉浸式課餘的教學成果嘛以後，故說俩成果啦研究出來講，按呢方式用辦做得來推廣，所以俩。南部場主要是語言的教學，作為呢主題，10種的啥同俩有關係。大家吃到南部做到以後，按我的感覺，迄講你真正去到嗰邊行聊聊，去做交流的時間不一樣。最後，喺9月14，哇，這個梯點就會跟醒商親有關係哦，因為亞伯黑國立聯合大學做執行的單位，故說董野梯點就會在。聯合大學錯冇？9月14號星期四拜師。主場，主場來舉辦了。又有主場優勢嘛？中區的錯。而且主題也好多元，青斗年主題。主題1多年，不過較集中的嘛係產業的較多。因為俺聯合大學的客家學生的產業是俺做研究的重點，故說有啲產業的研究計劃的先生啊，咪曾經到。苗栗俺的主場來發表。有，我有看到像是在那個產業的部分，像有譚宏仁老師講的，就會提供沖繩啦，客家產業苗栗人上萬鄉界茶油產業作為例子。等一下我們也會邀請到譚老師來到現場同大家分享，像是在聯合大學的口場，該不譚老師也會到那邊現場跟大家分享。對不對？做文鄉真大家了解講，恁做客家研究啊。冇像以前唔單止係做歷史文化民俗嘅研究啦，產業研究啦、語言嘅研究啦，還有數位研究哦，數位教材、數位教學兩條仲有一線嘅題目，一都要做，唔係講做個歷史嘅考證啊，唔單止係。客家文化唔係是失辦。是聽我們是客家話聽，其實客家文化嘅範疇係侵犯，就茶餘就黑嘛，對不對？像以前有樟腦啊，也是我們的經濟產業啊，對不對？好，所以其實哇，真正研究嘅事情，你知道咩？提講客家文化，大家講清講，清講唔係是衝狗是東西聽，其實客家嘅底子係清台。不過客家重要嘅事情係亞拜按用形上嘅這種研究的發表，跟成果方式也希望可以活潑一點。比如說，我們老師找了一個像 TikTok 的概念啊，也係一個像精緻的一個對談分享。總言之，佢嘅分享嘅方式較無共用。要嘛做一個補充看，用辦了到線上就按好嘅經費來做咱研究，主要當然感謝客家委員會。客家委員會2020年成立以後，叫做親重要嘅任務之一，就係條經費教授做研究，個成立客家學院唔關你客家學院就係無到客家學院地步嘅教授，仲有申請嘅經費補助，審查通過就有經費嚟做研究。那研究嘅成果呢，就希望講大概有機會接觸到，故所佢一2年有2-3年就委託聯合大學來辦安尼嘅成果分享嘅交流會，唔單止係呢學術界嘅教授互相嘅做得來交流，那希望一般嘅鄉親朋友大家關心，老百姓啊，老百姓上下地咧，關心客家就講啲客家新嘅研究嘅
嘛做得了传到非常反响。我感觉吼真的很有意义，为什么？因为我吃到你会 output， 你比如你做到按多嘅研究、欣赏题、高数题，我们都不知道。从某古时候会透过青岛某科嘅方式也好，贯透也好，本像我们这种对客家文化亲友。讲书也好，较关心嘅人，大家要做得ดี，希望大家就會慫恿去查青島嘅知識。唔講而慫恿去查係有限制嘅，佢希講你做得出家同學教育安用嘅交流，也係講像高數，希講有冇嘅演講啊，出家去聽啊，就會覺得哇收穫青苔安用嘅感覺。所以嘅鄉親們還有當多嘅故事，然後大家咧分享吼，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同你講。呢段節目當然就喺繞場台啲人外隻裏邊是係啲計劃嘅發表演嗬，係佢係啲四台嘅教授譚鳳英教授分享。大家好，我是台灣師大地理系的老師，我姓譚，譚宏仁，謝謝大家。歡迎譚老師。謝謝。剛譚校長在錄節目之前哦，我還問那個譚老師說：老師，你跟這個本宣老師認識很久了嗎？他本宣老師說：我們認識蠻久，但我們平常都就是email 往來，對不對？反而是因為這個計劃，所以反而比較熟悉，對嘛？哈，可以這麼說哈。好，而且感覺上兩位老師都是學術界的這個對客家文化很有研究。不過其實你們那個真的分屬的專業是很不一樣的。周亮夠嘛？因為老師剛剛說地理系嘛，我在地理系工作。對啊，就覺得哇，這個就跟本宣老師研究的這個領域又是另外一個就是另外一個專業的這個研究。不過今天很開心，都在亞洲都喜上來都亞喜上黑。苗栗人對嗎？我剛剛問老師是，對我母親是苗栗人，母親媽媽係苗栗人。古時候經常談客家話，可以多少可以聽懂？一點點，真的很抱歉。我覺得到客家電視台不會講客家話，還蠻冒犯的。不過老師至少可以 catch 那個 keyword， 對不對？差不多。都在談較管天嘅事哈，所以也算是逼迫老師來這邊訓練一下客家話嘅聽力啊，有啲感覺。不過老師很開心哦，因為收音台節目你講到這個成果發表會走在報名，老師我們好像還沒有跟大家分享我們要怎麼報名。如果我們一般老百姓對客家文化親友關心也很想去，我們可以怎麼報名？對，這個方式哈，就到了聯合大學客家學院的網站，你看了海報哈，然後就上邊去寫，到網絡上寫了，報名哈，人家名啦、電話等等，啊，冇到 FB 來簽了客家知識田的發展管理計劃，哈，按照 FB 都要簽到報名，按那感覺到簽冇咁麻煩。70來嘛唔怕啦，70多現場來嘛唔怕啦。可以直接去嗎？按照報名號，就說按靠號、地靠做幾多年，準備幾多判報，點先差別都安尼啊。按70來啱嘛反映啦，哦，唔好講基準啊，反映啊反映。那海報有聯絡資訊啦，037382632黃小姐，要說得大電話一波。不過迄講，真嘅，我覺得對這個還是要有熱情啦，哈，就是說，因為大家迄講去那邊有料嘅時候，大家哇，就是大家都會去。不過公司開發呀，真嘅呀是比較偏這個知識的分享。迄講大家真嘅有興趣，要聽熱情啊。迄講你迄個台北也好，苗栗啊，呀，迄講高雄真嘅大家做得像先生講嘅，就上網去報名，哎，你就做得好。這個就是報名嘅方式，黑某就是先生講，你就直接來啦。好，我們給不給青鳳一樣啊？青鳳一都得邀請到譚老師哈。剛才我們在這個南區的分享，老師有一堂你的課哈，上面就寫着是一個就是產業跟產業比較有相關的，所以其實我們知道老師就是特別這次的產業就是跟我們的這個茶油產業有關。老師，這是你這次的主題是苦茶油是我這次的主題。對，聽起來比較親民，但老師你可以幫我們簡單分享一下嗎？對，是，其實我覺得我們客家產業中有幾項其實是最高品質的，比如說碰風茶，是台灣或全世界最貴的茶。苦茶油也非常貴，但是可能大家喝習慣了、用習慣了，沒有覺得它這麼貴。它大概是一般橄欖油，就以好市多為例，大概是橄欖油的價錢的20倍。但是它其實是非常珍貴、非常有價值，可是一般人可能不會那麼注意的產品。
对。亦或者，你看老师做研究是很学术研究，只是今天我们用比较白话，你看亲民的方式，好像在帮大家谈苦茶油本身。对，所以我也觉得很排斥。不过经常摸一嗨，就是你刚说到基本是橄榄油的20倍，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它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产值。是。对。然后因为我从小的时候，爸爸就会喜欢吃那个苦茶油加面线，然后刚老师我广告的时候说的，然后喜昌就会说，你看，就是大家一般就只会这样子去想象苦茶油，其他的想象不只是这样而已。对，是。所以苦茶油其实我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就会特别有感触。苦茶油的发展过程中，其实是从一般的料理用油，对，现在变成保健健康的产品。其实这个过程中，其实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我们有一些客家的乡亲啊，或者是油品公司的一些从业人，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对苦茶油这个产品，就是在消费市场的内涵价值中不知不觉做很大的提升。它其实这个过程很重要，但是没有被大家所特别了解。这是我这次做调查的大概的发现跟成果。很棒哎，好，突然那堂课好想去听哦。今天听到的感觉像是一个序，有没有一个概述？因为矮迪形象底下给片分用也会跟历史有关，对不对？跟产业有关。老师，你可以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帮我们分享一点点也好，或是你觉得很值得在这个时候下午，对不对？哈，宽天时的下午，通常都是我们的婆婆妈妈卡贼、卡抖，所以有没有比较简单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对，好，苦茶油其实。我们的农业研究单位也有做研究，它里面丰富的皂素，其实对身体来说有营养。对，那特别像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这种有点年纪、体重啊，或者是保养上来讲需要再努力的人来讲，它可以有效的去除脂肪，降低我们对三高的现象。那我要说多的话，可能就超出这边的医疗的范围里面。那我大概只能说到这里。然后它其实也能够有效的，而且只有苦茶油才有，去减少幽门杆菌的在体内的生存。所以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应该是先民累积的智慧。但是它的价值其实是这几年才特别被发现。老师，那你觉得它跟客家、它跟产业，或是它为客家产业带来的经济什么的，有没有比较一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如说是产地，因为像我们都知道苦茶油，那你知道我们台湾很多地区其实有很珍贵我们自己的茶产业，对。但是像苦茶油，我们以前也会觉得，好像一定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产地的研究或者是限制？我的研究区在苗栗的三湾。其实我一开始对三湾的理解，大概就跟大家一样，是比较关心它的梨子。但是后来我真的三湾梨，对。但是后来我其实后来在找资料的时候，发觉客委会有支持联合大学的老师在做三湾的调查。大概在2022年有出版一本书介绍三湾的农特产，大概前面排名前4名的就是梨子、茶叶、柑橘跟竹笋。那个时候苦茶油没有被发现它的重要性。但是隔了10年、11年之后，我们再过来看。苦茶油是三湾乡非常非常重要的产业，它有它的耕地面积成长，它的很多重要性被发掘。那苦茶油也有就是非常有创意的，我们客家的油行拿到神农奖。其实我们大家对客家想象可能是比较保守、比较传统，对。可是我要请大家去想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受薪阶级是1个月领1次薪水。所以我们大概对财务的控制可以有一点弹性。很多农民是1年领1次薪水，所以他们对风险的承担来说是比较有抗拒。那即使如此，在三湾乡的苦茶油的耕地面积这么保守的农民，在10年内就是从一个不是最明显的作物跟农产品，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农产品，大概耕地面积成长了3-4倍。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一些故事可以被发掘。所以这是我为什么选择到三湾乡苗栗的三湾乡去做调查的目的。听起来好有趣哦，对不对？就是如果说今天我们不要以我们好吧，我们不是这个学术界的，但是我们如果以像听故事，像刚刚听谭老师讲话，就好像在听一个故事，对不对？你觉得
你很容易理解，而且在听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还可以了解到它整个历史的脉络跟整个历史的发展。而且我相信老师在实地踏查过程当中，一定听到更多人的故事。我自己想象啊，那听起来就会真的很迷人呢，对不对哈？哇，所以乡亲朋友系讲，其实对俩有兴趣，其实线上读求业、求好、读故乡高雄的时候，就可以亲自听到陈老师好好在这里面跟大家做分享，而且是就是很像在报告分享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想应该是很会有很大的收获。可是说到这边，我很好奇耶，因为改下线上有讲，其实舞台改主题，你是上红改研究。老师，你们这些主题的筛选，因为特别邀请到谭老师，当然刚刚老师讲茶油，我就觉得哇，好像跟自己很贴近，又跟生活很贴近。可是我刚刚看到，哇，又有语言，有文化，又有教育，又有政策，对，那当然包括老师刚刚讲产业。老师，你们主题的筛选定是怎么讨论的？我来补充下啦吼。个因为它经费是学委会提供，高手来做研究，当然民间的研究家就现场嘛做的。按以前呢都。大概一家就兴趣的题目，一家来写计划书。学委会请个较资深的教授来做审查。按照今年学委会其实学委会下部有一个学术发展委员会。按照学术发展委员会一个客家研究资深的教授，今日同客家委员会讨论出来优先鼓励的题目。优先鼓励题目基本公布出来了，按某了优先题目底部。教授做的题目嘛做得形象，不过呢，这优先的题目哈，给我鼓励大家有一个审查机制，有个审查机制。为什么？因为像刚老师就是说，竹笋、柑橘、3湾梨，对，你看就没有听到苦茶。刚老师说了4个嘛，对不对？你看，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为什么给龙时不会讲到苦茶有样东西？哈，哇，我谈两位教授安讲，还没有起到哇，给两个人青菜打嘴故意还是做得起到秀波动态哦，还有冇个故事？你聊下，等下再你讲。到放伊就得绕墙到保险线上，还有谈稿数类多聊片，然后大家来打嘴鼓一下哦，给公狗的世界发现哦，这个老师很幽默呢，真的收集到很多的笑话。老师，我今天一个主题也到大家来讲，就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很努力在这个客家文化、客家知识的这个学术的研究，20年慢慢的累积，谢谢老师们的这么努力。然后，但是总是要跟大家来交流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些不懂的人，除了可以上网 Google， 也可以多一点认识，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些东西总是不断的被更新，有时候你重新定义，在不断的讨论哈。所以老师，你是不是特别有感触？有什么特别几点要跟我们分享？来听下讲的哈，一定要讲，大家来参加，现场参加，可以看得到俺的本尊以外哈，互相交流。因为客家研究客家方面不是谁说了算，没讲23讲了算，真的，它是不断在演进中，不断的研究，可能新的研究，要推翻过去的讲法，学术就安尼啊，没讲固定的哈。按过来听讲讲像谭老师给地理系、体理学呢，遇到其他学门的其他学科的人来投入客家研究，什么斜杠投入客家研究，嗰说客家研究很丰富，遇到某种学门的研究，没讲客家研究，讲到客家研究，一定的历史系的研究，一定讲这个客家的源流，唔单这样的啦，蛮有人都做，一种的历史系还是很重要的欣赏的做，不同学科嘛，研究资讯的啦，做数位科技，研究服装的哦，研究服装的老师郑惠美老师来做那个客家南山的研究哈产业的地理系的老师一多客家研究愈丰富，没按死板哈。过来呢看到客家研究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变化，那客家中嘛不断的变化，以前某安冲这位。两岸做法，为什么现在茶油会变得那么重要？是不是有谁在努力？是不是有客家人跟什么客家的企业家都努力，将我不断的变动？过去呢，客家做唔讲一成不变种田、耕田一穷就我们做其他产业进去了。然后南部咖啡，南部在种咖啡、可可。南投也有咖啡可可，那一到客家人都种啊。也许20年后，我们讲到客家产业变成可可跟咖啡，唔单将柿饼，
可能茶油不断的变动，它定义不断变动。哦，我们刚刚讲到产业，一定是樟脑，一定是东方美人茶、一中药，唔单唱是茶样，还有别的，还有别的哈，一直在发展中。哦，青州的导演，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不断的研究，就像许长讲的，一定讨论，也可以推翻，对不对？有新的想象、新的发表，就包括语言就是了，对不对？哦，这研究起来太有趣，我觉得3天可能不够。可能要更多天，而且醒长之前说，如果说那好几天的，也是另外一个交流的方式啊哈。嘿，其实有好多问题求问2位老师，不过我们有一个这个有话快快说的活动，我们先进行。那等一下我漏掉的问题，我再回过头来问老师。这个有话快快说的意思，就是跟我们今天这个研究讨论这个主题扣点某关嘿，对，然后不可以想太久。那我们通常都是借由这个有话快快说来了解不同的来宾、不同的面向。按钮你哈，好的，第一题，请2位教授推荐联大或是师大附近你们自己最爱的校园美食是什么啊？老师先。校园美食啊，我们连苗栗清酒苗导演就是那个馄饨啊，就是将计就计。可是有人说那不一定是客家的。哦，没关系，只要你最喜欢。你看我从来没有想过老师会供出。阿兰姐的水晶饺啊，苗栗的水晶饺。馄饨，好，对，我从来没有想过喜常会供出馄饨，要加肉圆，OK，老师，你刚讲3个食物都有个共同特色，皮包肉。哦，对，好，这是我自己想的。老师，你这边有没有？我一下子倒想不到师大附近有什么特别的美食，但是我就把尺度拉大一点，我就想说，台北市有一家卖烧饼的先生，他的烧饼预约就要排队4年。我想那个大家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万华烧饼，这我一下想到，太久了吧？这是事实。但是那个这个先生一定不希望我们帮他做广告，因为他现在就要排队。那你问他需不需要工读生？我们可能可以把4年缩短成3年这样子。那我建议我们苗栗店家，只要有人预约，都跟讲说4年后才有空位。哦，我们要表现出我们也是很那样，对不对？好，可以。好，所以我问一题，这个因为本轩老师给不你了，要不要上节目？是因为他推掉很重要的事情哎。老师知道你推掉什么？来，老师问一下，你在3歌班最喜欢哪首歌？因为现在在3歌班可是很活跃的哈。我讲这去年开始这个成立这3歌班。老师，你不能讲太多，我问的是你最喜欢哪首歌？我们这个是快问快答。都老山歌啊。老山歌是不是？老山歌啊，那歌词当然会偏啊。你不会冲吗？没冲啊。你要唱一句吗？今年参加了3歌比赛啊。一支。啊。预备起。做你。老师好厉害。何来世有难？谭老师，请给分。100分，100分是 uncle 的意思。哇，好，但他有时间，我们再拜托本轩老师再唱这个。谭老师，你会想要去学3歌吗？你可以诚实，没关系。我希望我有时间去学3歌。好，老师真的回话很周延呢。对，好，请问一下，那我要问的是谭老师，谭老师，你最喜欢的客家的食物是哪个？当然就是那个客家的菜包啊，就客家的板啊。就是板啊，菜包是里面有包萝卜丝的那一种，知道哈？哦，好特别哦。好，为什么很特别？因为很多人会直观讲出客家小炒。有没有就蛀虫臭狗丝？有没有哦？这是菜包，我也是很喜欢吃菜包，而且里面还有包酸菜的，我也很喜欢。好的，好，这个跟2位老师比较有关系。请问一下，2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比较不喜欢学生在台下睡觉还是聊天？聊天。所以你们宁愿他们这样，也不会的。你选级的，对，2个都不喜欢，但是你选级啊，说聊天会干扰别人，而且会影响上课的你的心情，就没胸口嘞。啊，所以睡觉没关系，先趴着，但是然后大椎骨很吵，是不是？那我再问一个，那你们觉得刚才说聊天对不对？那聊天跟吃香鸡排呢？2个比后聊天比较讨厌，还是讨厌哦？老师这边。那我就上午的课比较不容易买到香鸡排。好，可以，因为香鸡排很香，然后又一直吃会影响。好，对不起，这个老师这算是开玩笑的问题啦。好，最后，然后2位老师在做客家研究领域的时候，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随便讲。你比较希望大家，你做客家研究，你希望大家，你比较喜欢听到
客家研究一生期啊。哦，客家研究蛮有趣的，欣赏。我会喜欢听到他说，我们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啊，很感人哦。文化的累积就是生活的累积。最不喜欢的一句话保守古板。保守古板啊，你做客家文化研究啊，保守古板，那个老师，应该还好，他没有我碰到的客家乡亲对我都还蛮友善的。我刚刚讲过，不太会说客家话，他们都不太计较这个事情。哇，很棒哦！其实老师还有很多故事，因为摊信上去走案久的事情，他都亲自庆幸都改变以采访以访问，我们说是实地的踏查哈，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段故事。这个其实是可以另辟一个单元或另辟一集好好聊。最后一题哦，真的好喜欢这种单元哦，因为可以看到老师不同的面向。两位老师。请问一下，觉得自己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本轩老师先。说身上。不，随便，随便都可以，都可以。笑话。冷笑话，对不对？哦，台港什么想过为什么这个不天性上会讲冷笑话？因为老师我们在广告的时候，老师解析公青透改小扣。老师，你下次我帮你抄起来，而且是你原创，对不对？我帮你发表一个本炫老师笑话大全。该彭清清老师跟赖金和局长一直鼓励我一定要将客家笑话编一本书出来。老师，尤其咧后生人来都系咧客家庄吼，佢啊卖冰淇淋，客家庄啊叫。头家用华语票客语嘛，我要买冰淇淋，头家讲你要哪一种口味冰淇淋？他说我要抹茶冰淇淋，然后老板给他冰淇淋，他吃了一口说：“老板你骗人，这根本没有茶的味道。”老板说：“你不是要抹茶口味吗？”这是客家抹茶口味。谭老师好笑吗？真的还不错，第一次蛮好笑的。好，真的节目已经很尾声。老师，那你觉得你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嘛？对不对？我应该这样说啊，我觉得戴帽子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戴帽子别人会问你为什么要戴帽子，如果你秃头的话，别人都不会问你为什么秃头。所以我觉得戴帽子其实是有会被问到的地方。哇，老师很有智慧耶！对，而且大家会觉得是一个造型，而且戴帽子有时候有一种安全感。是戴帽子，而且不用去处理发型，我觉得又方便。也节省时间。对，如果我来读我来两位搞喜欢改不一大，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其实学术界的教授们这个甘肃一来非中改研究，其实记得有等一下这么可爱的一个面相，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有话快说的单元，其实是陷害两位学术界的老师在这边呈现另外一个面相给大家所以非常感谢两位欣赏这道聊天下摆有机会大家都分享有机会再来聊一些有趣的故事。好，所以感谢朋友听下来。你来做认同了。校群福利类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還有聽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支影片分享出去哦。